弟兄姐妹，我们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崇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安静心来为我们的所有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献上祷告，也愿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忙碌1周之后得以有安静跟休息的时间，并且来朝见我们的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自己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也愿你使用我们的所有的器械，这个礼拜堂里面所有的一切的安排，所有的设计规划，无论人事物，主啊，你都掌权掌管。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来荣耀见证主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崇拜。
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我们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心灵诚实来敬拜。让我们同诵，请听上帝的话。上帝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办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上帝，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们一同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甘心臣服在你脚前，以你的爱吸引我们归向你。但我们常在暗处无知中得罪了你，求主除去我们肉体的软弱，帮助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们，求圣灵更新我们，恢复我们与你中间的破碎关系。主啊，我们欢迎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可以借由诗歌、敬拜、祷告、牧师的信息与主有好的交通，享受主的同在。也求你高摩你神的仆人，让他宣讲信息时代的圣灵的大能，句句针对人的心理光景，满足人心理的需求。有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借着你仆人的正道，丰丰富富的长存在我们心里，使我们遵循神的话语。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在敬拜时，若身体不适的时候，是可以坐着的。让我们一同起立，以诗音灵粮诗选20首《愿你崇高》来敬拜赞我们的神。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我要在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
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的神的话语。今天的起音经文在诗篇130篇，诗篇130篇。下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应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你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一起，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接下来我们来恭祷，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首先，我们为太平洋国家密克罗尼西亚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祷告，台南卫理堂吴东泰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长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于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接下来，请黎华姐妹来为我们同诵本周的经课。
今天两段经文在旧约以西结书的37章1到14节，以及约翰福音11章1到45节。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上，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周围，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肉，又有皮遮蔽其中，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骸骨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就是耶和华说的。第二段经文在新约约翰福音11章1到14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的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的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她们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为要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复活时候，他必复活。”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的，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和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心里就悲叹，又甚至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领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时的姐姐马大就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死透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的呼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了。上是上帝的。我们感谢迪华姐妹来本周的经课。今日我们本周的正道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6至11节。罗马书第8章6至11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2节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服属肉体的，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今日的曲目是《开我的眼，使我看见》。
我们谢谢诗班今日美妙的歌声。以下时间，我们交由我们本会牧师蔡伟文蔡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今日证道的主题为“死去活来”。是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杜甫曾经写过的诗。他说：“此因
只能天上有。人生这个世间难得几回闻，所以我们其实在听唱诗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应当都是那个颂赞上帝，应该是要归荣耀给上帝的诗歌。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做礼拜的时候，当我们在聆听诗歌，当我们在听这些的美妙的音乐的时候，也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的时间，不是只有哪些人出来表演，不是只有哪些人出来秀场，而是我们一起的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诗班的献诗，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献祭，把歌唱赞美献祭给上帝。虽然也许我们不一定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唱，但是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我们跟他们一起来献唱这些的诗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就近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好的声音献在上帝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上帝就要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愿上帝带领我们。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也先做了一个这个工商服务所以也跟大家先预告一个工商服务，在下个月的15号，就是过完复活节之后的那个礼拜六的时间，我们教会要办一个培灵会，当然不是我们教会办的，是我们跟南教区一起来合办的一个培灵会，在我们的教会用我们的教会的场地。那这是这个南教区这一次在我们70周年卫理会70周年的时候的一个特别的安排。那我们邀请到这个戴继宗院长，就是现在的这个华神的院长，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戴继宗院长其实他跟卫理会的渊源相当的深因为他的曾祖父叫做戴德生。各位知道这个人吗？戴德生他是卫理会的会友，然后他的阿公，这个戴德生的阿公也是亲自听过卫斯理讲道的人，所以他跟我们卫理会相当的贴近，他的信仰也是卫理会的一个传统的信仰。但是戴德生，如果各位知道他的传记的话，他是不靠任何的机构或是国外的这个宣教机构的支持，来到华人地区，来到中国大陆里面创立了内地会，然后凭着信心来带领这个机构，让这个机构成为本土化跟本色化的一个宣教的机构，然后让福音能够传递在中国大陆的地方。那当然，因为后来中国大陆被这个中共这个统治之后，这些的宣教士就纷纷来到台湾，所以台湾也有内地会所以这个戴德生跟我们的这个华人圈是相当有这个关联的。那特别他的这个曾孙子，现在这个戴继宗，现在是担任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你可以邀请一些的朋友或是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一同来听这些的培灵的内容。那当然这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邀请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听上帝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传福音报好信息给人，让人有机会能够来领受跟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在崇拜的当中，聆听上帝的话语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为了什么要来崇拜，为了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要在这里聚集。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边聚集跟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除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有彼此美好的交通。愿上帝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如果雷同的话也不要介意各位知道有很多老人家喜欢到医院去，为什么？因为不是真的生病，是因为去医院这个打发时间有趣。有2个老伯伯去到医院里面去，他们常常一起联袂一起到这个医院里面去，这个去闲来没事，然后等医生、等护士。好，然后呢，在等待的当中，这个当医院的医生跟护士每天看到他们，每次看到他们都知道这2个人是一起的。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这个阿伯来
这个挂号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没有来。这个医生跟护士一看，哎，今天怎么只有一个来，另外一个不见了？他就问这个阿伯说，请问一下，你跟你另外一个人一起来的那个人去哪里？这个阿伯说，哦，他今天生病了，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他在家里休息。听得懂意思吗？去医院不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休闲。但是我今天生病了，我留在家里面休息，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其实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浪费了很多的资源，浪费很多应该要供应在需要的地方的人身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去节制，让我们能够懂得去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也节制我们的一些的想法跟一些的期待跟欲望。所以节制是圣灵果子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果子。节制让我们可以能够保守自己，让我们不去太多的欲望，以至于我们可能变成是走在肉体的路上。这个是今天经文里面会讲的啊。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他的话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蛋贵了，所以很多人知道买蛋不容易哈。各位如果去市场里面，特别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妈妈们，如果去到市场里面买蛋的时候，会发现现在的一颗蛋都贵了非常的多，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那个加蛋给我扣，听得懂意思吗？加蛋不止我扣了，现在加蛋恐怕要10块、20块的那么高的价格，所以能够吃到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现在连年轻人要求婚的时候，现在蛋已经贵到可以求婚拿来做求婚用了啊！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笑话而已，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是：以前我们觉得很贱、很卑，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好像一个很便宜的东西，但是现在却变成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 nobody， 但是有时候可能不小心你就变成 somebody 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知道说可能以前那个蛋是很便宜，一颗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一颗蛋都很贵咯所以有时候不小心，可能鸡蛋都变成是高价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小看自己，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用处的。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我们的圣光的院长，我们的陈吉松院长来到我们这边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基督徒这个字。各位还有印象？他记得讲过他有讲过什么？知道吗？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基督，然后加上什么 IAN， 叫做小的，或者是叫做跟随的人，所以叫做小基督，或者是叫做我们就是有这个基督生命的人。好，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你这个名称，千万不要小看你这个身份。很多人以为说当基督徒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很了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你很贵重。能够了解牧师在讲的意思吗？每一个人都是基督买赎回来的，所以你知道你的价值是什么吗？你的价值就是基督。可以了解意思吗？你就是基督，所以你的价值就跟基督的价值是一样的，因为耶稣用他的重价把你买赎了回来。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是什么？是我们被上帝拣选成为这个身份，而不是我自己成为那个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要成为基督徒，还不见得可以成为基督徒。有很多人以为说就不过就读个圣经，祷告一下我就当基督徒，没有。基督徒是上帝所选的、特选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特质不一样，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行为也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是荣耀的。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不过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是荣耀的。
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一群荣耀的群体。所以有一个教父他写了这个书信，致丢格纳妥书信。这个教父是在使徒时代之后的一群这个基督徒的领袖，他们的一个这个群体这个教父带领后来的教会能够继续的走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的这一群人。所以这个书信里面提到说，基督徒虽有血肉，却不按着血肉行事；虽在地上，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早期的基督徒在群体当中，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是一群被逼迫的人，但是他们不会小看自己，他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只是我们生活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国籍，我们是台湾的国籍，但是我们的身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属上帝的。所以我们在属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也应当按照属上帝的国度来生活、来行为、来行动。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也要按照这个地上的国度的生活，我们也要按照天上的国度来生活。好，所以今天的圣经里面是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书信。各位知道，罗马的教会其实不是保罗去设立的。我们之前讲过说，保罗去这个在欧洲建立很多的教会，但是罗马教会不是他设立的。罗马教会是当时使徒时代的时候，使徒开始这个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受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群人回到罗马那个城市里面去，他们去在那里建立了罗马的教会。保罗没有去设立罗马的教会，但是他心里面关系着心系着罗马的教会，所以他要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会友，鼓励他们说：你们应当怎么样信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早期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有一个心志，就是要把上帝的话很规规矩矩的、正正当当的，应当怎么样去说，应当怎么样去做，应当怎么样行，把它讲得相当的清楚，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有迹可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读圣经，不是为了让你读高兴的有知识在你的里面，而是让你知道怎么样去遵守跟遵行上帝的话。很多人以为说，我读圣经，我读了高兴，我今天知道很多的知识，或是我知道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加的靠近。唯有你遵行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当作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行的，这样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才能够让人看见这一群人是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在罗马书的第8章的第6节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事情，他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跟平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很大部分人都看过卡通，知道吗？以前很多那个西方的卡通，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卡通，他们常常会做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卡通人物出现的时候，通常他要做一个事情或决定的时候，会有2个东西跑出来，知道吗？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然后这2个东西就会在这个思想里面做交战。然后这个人他如果听了天使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过；如果是听了魔鬼的话，可能就变成是不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心其实是一个战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忽略说，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相争的地方。那个相争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圣灵跟肉体交战的地方。所以小时候你看到的卡通，其实它也是真实的在体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每一天都在挣扎跟冲突跟交战的当中。你要走肉体的路，还是要走顺服上帝的路？这是一个交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台语堂的翻译的这个文字里面写什么？他说叫做肉体的意象，就是这个意思的意方向的向，意象。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我们今年以前的周报上面，我们第2个大的祷告事项上面都写什么？代祷意象，有没有？如果各位还有记忆的话，
我们现在讲的意象是那个奇异的异，下面那个大象的象意象。但是我们在去年以前我们在去年之前，我们都是写带导意象这个想法意象。台语里面的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象、你的想法、你的意象在哪里？你想到什么？你想到是体贴肉体的，或是想到是体贴圣灵的？你是顺着圣灵跑，还是顺着肉体在跑？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的。我可不可以这个放纵自己，能够来任性一次？当然可以，但是你也可以顺着圣灵的带领，能够 hold 住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不至于超过那个不应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案例，不用担心，这个我已经跟这个牧师已经和好了，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好像还在进行中，没有啊。我在20年前还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去教会里面实习。各位知道，其实神学生来教会里面，就像这个实习老师或是实习医师一样，你要到这个地方去实作跟练习。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人家对我们的称呼也都很尊重，叫我们叫做实习传道，叫实习传道。所以有时候也都简称叫做传道了。好，所以你知道去到人家教会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觉得，好像我应该要这个像一个传道人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学习效法那个老师。可是各位知道，其实你人生经历过很多的老师，有很好的老师，也有不是那么好的老师。但是我不是说要批评这个传道，不是哦，我的意思是说，在某些事情上面，他让我的感受，让我觉得是那个样子跟状态。当我去那个教会实习的时候，这个传道因为他也很年轻，他也是刚毕业不久，所以他常常跟我提醒说，不要让人家称呼你是传道，免得人家会不晓得真正的传道是谁。好 ，OK， 乖乖的，好。然后这个有一次过年的时候，这个我去当司会，他讲到。然后当司会的时候就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过年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彼此的问安，好，看起来没事。下去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的这个传道就开始数落我了，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去，然后一直数落我。他告诉我说：“你都讲完了，那我要讲什么？”你知道我心里面很难过，是我到底讲了什么吗？我好像没有讲了什么，可是对他来说，他认为我侵犯到他的权利。所以你知道，其实当我要离开那个教会，实习完要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心里面充满怨恨。那个怨恨是什么？他都不让我做任何事情，只叫我在旁边看。我觉得一定要在趁机会，当我最后一次要离开的时候，照例教会那个神学生要离开的时候，一定最后一次会让神学生上台做发表。然后这个发表的时候，你知道前一天真的是气到爆了，然后真的想说，等我明天上台的时候，我要把这些事情全部抖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好，你知道很有趣的事情是，当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提醒我，他说什么？他说：“蔡伟文，这不是你的场子，你要把它放下来，交给这个传道。”你知道那个心里面多挣扎，多痛苦。我是实习传道，我应该要来做些什么？我应该 do something， 要不然人家会觉得我没有做事。可是这个传道只叫我在旁边看着。隔天我在上台要分享的时候，我讲了这个事情，各位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讶，要掉眼镜了，要掉下巴了。当我站上台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谢谢我的主任传道，让我可以在这边实习1年的时间。”让我不用做任何的事情，能够用眼睛去看他做什么样的事情。谢谢你们给我有实习的机会。你知道，当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眼睛是泛泪的，其实心里面是痛苦，咬个被戏，但是忍耐。这里不是我的场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公平跟公义的。我不能讲什么，但是这个是这个安排了哈，就是。这个总会的安排中，但是也许也是上帝给的机会吧。后来我的升等比他快，所以后来他是晚我很多届才升为长牧。所以
对我来讲，也许在那个当下，我的心里面是受委屈的。但是当我顺从了圣灵的引导跟带领的时候，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释放了，他也释放了。他发现，我没有去攻击他，我没有去讲他任何的伤害的话的时候，他也释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的意思是，你要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那个只在你的一瞬间的转眼之间的那个想法跟感受而已。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生命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上帝以慈爱教导和纠正我们，要让我们活出荣耀他、对他喜悦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觉得有挣扎、有冲突？本来我想这样做，可是好像里面有一个声音要把我拉到另外一边，让我不要放纵那个想要去做那样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上帝用慈爱来教导我们、纠正我们，包括有时候会责打我们、击打我们。所以有时候师母会跟我讲，他说这个顺服圣灵好像是一个逆性的，你要逆着自己的性子去改变的。所以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跟上帝是为仇的，而不是跟上帝是友善的。我们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能够顺服，你能够服上帝的律法，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我自己在顺服，其实不是，看起来好像是你，其实是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如果你看到好像车子在动，看起来是车子动，你知道其实车子动里面是谁在动它，知道吗？是那个驾驶者在里面动它。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好的驾驶，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好的驾驶员，那么你开这个车一定是很顺的。如果是一个随便的这个不懂得开车的人上去那个驾驶的位置的时候，恐怕就把那个车子给弄坏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的驾驶技术都很好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设计者，这个车子的设计者，他如果在这个车子上面来掌握这个方向盘的时候，他的车一定开得比我们更好，因为这车是他设计的，而且是他知道哪些功能是怎么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顺服走在上帝的路上，让圣灵来驾驶我们。这个好像看起来是我们在动，其实是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治死罪。在圣经里面讲好多次叫做治死，或是治死救人，很多人对这个字也不太清楚。治死的意思是什么？治死的意思就是没有感觉，听得懂意思吗？死人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治死救人是什么？或是治死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对罪是没有感觉的，你对上帝会有感觉是活的，你对罪没有感觉叫做死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有很多人对上帝是死的，对罪是活的，听得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喜欢那个刺激外在的刺激享受，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事是漠不关心的。各位知道漠不关心其实就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要被要求才能够做一些事情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但不是说叫你不要这样去做，应该要这样去做。你可以去要求自己，但是不要用这个去要求别人。你可以要求自己每一天要读多少章的圣经，你可以要求自己每天要祷告几个小时，但是不是用这个去要求或是强迫别人要照着去做。你只能够告诉别人说你这样做会比较好，但是不要用这个去辖制人，因为那个不是一个辖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难道你不渴望读圣经吗？如果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难道你不渴望祷告吗？你需要别人去提醒你要读圣经咯，需要别人提醒你要祷告咯，需要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治死罪让你对罪没有感觉，但是对上帝是很有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圣灵才帮助我们能够治死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8节的地方，一起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上帝说，上帝我要讨你的喜悦，我要讨你的喜欢。各位，这一句话给你最直接的答案，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的祷告卡卡的，如果你发现跟上帝的关系不太顺，那个是什么？没有得上帝的喜欢，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要很小心跟留意的，我们会不会在所行的事上得罪主了，或是得罪人了，我们自己不知道。常常提醒自己，当你能够提醒自己的时候，那是圣灵的工作在提醒我们。所以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愿意跟随主而行。所以你能够愿意朝着上帝的方向走，朝着圣灵的路走，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很多人以为说是我自己要去做这个事情，不是的，我们的肉体的意愿是我们不愿意去照这个去做。但是如果你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愿意往这个方向去走，往这个方向去做。各位知道，我们其实肉体是很喜欢安逸的。如果你问牧师说，牧师喜不喜欢安逸？当然我很喜欢安逸，我也很喜欢没有事情的时候，然后喝个咖啡，然后看电影、看电视，我也很喜欢。但是如果你能够选择那个叫做你不愿意的，然后却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能够愿意去往这个对的方向跟好的方向走，那么你就会越来越看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跟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的地方。第9节他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属基督的跟属世界的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归属的地方跟没有归属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你能够有一个地方去归属，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小组的组员，你会觉得我有安全感，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小组的。如果我不是属于这个小组的，那么我去到那个小组我都会觉得怪怪的，因为我好像不属于他们。所以如果今天你属于基督，你会觉得在基督里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来到教会是好快乐好喜欢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属基督的，你可能就会来教会里面觉得坐如针毡，因为不是属基督的。各位知道我们刚在读的使徒信经里面，各位知道那个读使徒信经有什么样的用意知道吗？使徒信经它的用意就是分别叫做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做这样的区分。各位知道，其实以前罗马帝国里面，他们也有所谓的秘密警察。那个秘密警察是什么？就是他来参加你的聚会，然后来登记一下，看看你里面讲了些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基督徒只要是念使徒信经的时候，他宣告我信那个神的时候，不是他们的罗马帝国的神的时候，这些秘密警察通常都会退开。为什么？因为他信的不是你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上帝，而是他们自己的罗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当我们在宣告使徒信经的时候，那个宣告就是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是属圣灵的就会喜爱圣灵的事，属肉体的就会喜爱属肉体的事情。圣灵会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教导我们，他所教导的都是真理，没有谎言。这个在约翰一书2章27节里面的一个新的翻译。所以圣灵要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跟知道上帝的话语。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间明白，这个话我好像明白了过来，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好，所以第10节，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毁坏，会过去的。礼拜4、礼拜5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才刚办完安息礼拜。人的生命再久，有一天这个肉体都是会过去的。但是基督若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我们的身体虽然因罪而死，但是心里却是因着义而活着。刚刚提到使徒信经，各位知道在使徒信经的后半段里面提到什么东西知道吗？除了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个什么？我信圣灵，还有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信仰。很多包括不是在这个信仰里面，他不会相信肉体会复活的，他不会相信有永生这件事情，他不会去相信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圣而公之教会，他不会提到这个圣徒的相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牧师在安排那个讲道跟那个回应诗歌的时候，有好几次我都跟我们的诗班的班长或是我们的指挥提到说，有很多的歌曲我们没有串通好，但是今天的歌曲就是回应了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圣徒的相通。当你才在动脑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弟兄或姐妹告诉你说：“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个叫什么？那叫圣徒的相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圣灵，圣灵就让你跟别人可以相通。如果你常常祷告，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不用别人讲什么，你都会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为你关心的人为他祷告，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了解他的需要在什么样的地方？不一定你要亲身去到那里，但是你能够知道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常常会正视自己是软弱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即使我们知道要按着圣灵而走，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是被世界拉着走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顺着世界的路，而不是顺着上帝的路。所以成熟的基督徒要常常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所以保罗常常讲一个事情，他说：“我夸耀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来复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讲自己的软弱，不要怕讲自己的伤害，不要怕讲自己的难处。当你能够说出来的时候，表示你已经得到了恢复跟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不喜欢显露自己的问题，把它盖起来，盖起来，不要让人看到，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丑揭开来，然后让上帝来恢复跟医治你，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你的时候，那个羞辱将要变成是荣耀的。我们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的，是软弱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变成不一样的，将要变成改变的。所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不会祷告，但是圣灵能帮助我们祷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做到爱心，但是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做到爱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常常把圣灵当作像是在灵恩教会里面那种祷告了，然后他就趴下来在那边讲方言，那种外显的。我现在没有要批评这个意思，所以千万不要误会牧师要讲的。这个也是上帝的工作。当人能够愿意伏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愿意匍匐敬拜，能够讲方言，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不是每一次圣灵都要这样做，不是每一次圣灵都要这样来让人家跌倒让人家这个扑倒，或者是让人家讲方言，不一定的。圣灵的工作是可以感动人的心的。所以被圣灵来充满，最好的定义就是你这个人被圣灵来管理，靠着圣灵来行事。所以你所做的事情是有圣灵的保证的，你让圣灵来管理你所做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超过一切想象的事情。你的软弱就变成是刚强的，你的羞辱将变成是荣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跟着圣灵来行。当我们里面有那个好的想法跟意向的时候，让我们顺着那个圣灵来走，而不是让自己变成再被另外一个力量来拉走。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罪是没有感觉的，对上帝是很有感的。所以11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11节里面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刚刚读到以西结书里面那个枯骨复生的故事，我们可能都认为那个是读过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的。还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即使你像那个枯骨一样都干到没有办法再去觉得它有生命的气息的时候，上帝仍要做一个新的事情，让那个枯干的枯骨
变成活跃的，变成是有生命力的，变成是旺盛的。他这个意象其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可能都觉得绝望了，这个国家没希望了，这个地方没有盼望了，我们的族群没有希望了。但是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就是让这个族群、让这个国家、让这个民族重新再站立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基督一样，拥有那个新的身体，活在神的面前。上帝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不是只有在丧礼的时候安慰人心，是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活着都是有盼望。虽然这个肉体会死的，但是我们活着是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离上帝更加靠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圣灵来走，不是按着肉体来走。所以圣灵引导，并且赐下能力过圣洁的生活，爱主所爱，能够让我们能够受安慰。所以你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不是你的厉害，是圣灵来带领你。圣灵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成圣。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被圣灵常常来充满，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好，所以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几个学习。第一个，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并且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属基督的人，我们能够属于他，表示我们是跟他有份的，而不是远离他的。所以，人也应该要知道，应当行善的时候，也应当要去行，不是叫做只知道而已，而没有去行。能够去行，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是恩典的灵，让我们可以能够来因着他的帮助，以至于我们能够去行那个美善的事情。那怎么样确定你有圣灵的住在你的心里面？约翰一书4章15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你的里面。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经里面的确据。你怎么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谦卑跟顺服。如果我们能够谦卑顺服，不是我们做得到，是神做的，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效法罪恶，要效法美善。那个效法不是我们去效法，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效法。但是在这一切之前，圣灵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打破我们的自高，圣灵要打破我们的自己的骄傲，圣灵要打破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让圣灵来带领。过去我曾经讲过，有一个黑道老大说，以前都是人家跪在他的面前，不是他跪在人家的面前。但是他信耶稣之后，他要跪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是我们要先破除的一个东西。要为我们能够持续好的信仰，求上帝来帮助，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得益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得到益处，但是要小心跟谨慎，特别在现在的世代里面，要更加的警醒。第三个，圣灵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全然的自由。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这个3章17节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得到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被主所释放的人，不是被世界所捆锁的。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释放了。所以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不用看黄历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去看黄历，要看看今天是好日子或不好的日子。很多人要去看什么？看星座。今天的星座我是属哪一个星座的？会不会我出去这个不顺利啊？这个星座就不好了？不是这个。在基督里，我们全然的自由，全然的释放。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在基督里，每一个时刻都是好的时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哪里，圣灵就释放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尼托生这样说，他说：我宁愿圣灵有完全的自由，但是不要让肉体有些微的自由。或许我们会觉得放纵一下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放纵恐怕就让我们进入到那个不好的状态里面。各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是这种只有一下下而已，没有关系，只有一下下而已。那个一下下恐怕就是让我们更不自由了。
所以让圣灵有全然的自由，看起来好像是圣灵来带领我们，或是我们被圣灵来管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不要顺着肉体去行，要顺着圣灵。当我们顺着圣灵行的时候，就不放纵肉体了。所以记得刚刚牧师讲的，对罪没有感觉就是死的；如果对圣灵没有感觉，那么也是死的。如果你的心灵对圣灵没有感觉，那么你就是活在罪里面；如果你的心里面对罪没有感觉，那你就是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愿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每一天走在圣灵的里面，不是追求那个外在的，像刚牧师提到的，不是只有祷告然后倒下去，或者是讲方言，或者是寻求那个外在的外显的东西，让圣灵管理你的言行举止，让圣灵管理你的所有的行为。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见得有说方言，或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能力，但是当他们忠心摆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灵也与他们同工。各位知道去年是长老教会，他们认为说他们是宣教150周年，在台湾这块土地，也是台湾近代基督教最这个时间上面的一个起点。各位知道，其实马偕跟马雅各他们来到台湾，他们没有用任何的叫做奇异的方式去做宣教或是传教。在北部的马偕，用29年的时间建立了将近60间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他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也许他没有任何的这些的叫做会去叫做医病赶鬼啊，或者是这些的工作，他只是帮人家拔牙做牙医，但是圣灵跟着他一起工作，他就能够在北部的地方带来很多的影响力。在南部马雅各也是，后来建立了新楼医院，让很多人得到医治跟帮助，不见得好像有很外显的，我不是说没有圣灵工作，没有外显的，但是圣灵默默的在旁边跟着他们，帮助他们的宣教工作能够进展顺利。上帝帮助我们，也许你没有很大的外显的工作，但是你有内心中的平静跟安稳，也是圣灵的帮助。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活在你圣灵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里面受圣灵来管理跟引导。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帮助，要不然我们是软弱的、无助的。愿你圣灵来引领我们，提醒我们，常常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遵守你的话，照你的话去行，并且帮助我们是乐意的，而且是喜乐的来遵照主的话去行，顺服在主的旨意当中，不是挣扎冲突的，而是甘心乐意的。谢谢你恩待我们，圣灵工作提醒我们，让我们按照圣灵而行，而不是按照肉体来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谢谢蔡牧师为我们的正道告诉了我们不是属于肉体的，乃是属于圣灵，借由生活的节制可以抵挡的诱惑。接下来，我们以回应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心灵良诗选》第126首，你是荣耀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后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后三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后三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后三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会众们请坐。我们预备心，恭敬的以金钱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若是第一次来教会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请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身旁。我们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由衷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生活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也求你给教会智慧，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面，让福音能够兴旺。你是配得赞美和感谢。我们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同起立唱向主呈献歌。请坐。我们来唱《我们是一家人》。在第二遍的时候，弟兄们可以起立，拱手不问手，互相问安。开始。
接下来是教会报告。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首先第一位，我们来欢迎有一位姓洪翠莲，是姐妹吗？洪翠莲，请起立，大家欢迎，谢谢你。第二位应该也是姐妹，是姓谢慧金，很年轻哦。欢迎欢迎，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教会大门永远为新的跟旧的朋友们打开。我们来关心一下教会的事工。我们可以看周报的教会消息及代祷事项。首先呢，去年的111年度的弟兄姐妹的奉献的收据已经放在教友的11奉献袋里面，提供今年的报税使用，大家可以留意了收取。我们下周4的圣餐主日，同时为棕树主日，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加，预备进入受难日祷告。自负艺人已经开始上课，请弟兄姐妹们关心教会的事工。教会于4月7号礼拜5晚上7点半举办受难日祷告，全程将以泰泽祈祷的方式进行，请邀请各位参加。教会已经进入了大斋节期，由认罪悔改代表大斋期的开始，请弟兄预备心，弟兄姐妹预备心，透过40天的大斋期，基督旷野同受苦，若身体许可，可以邀请1天1餐的禁食，并将禁食所存之餐费作为教会的仁爱奉献使用。南教区于4月15日礼拜6，在本堂举办南教区的培灵会。我们邀请了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戴继宗分享信息。第一堂是10点到10点50，第二堂是11点到11点50。请弟兄姐妹们要报名，可以跟录音干事报名。现在疫情已经舒缓，教会不会强迫于室内戴口罩，但是为了聚会的安全呢，还是建议戴上口罩。那饮食仍以小组自行安排。那提醒各位，教会未来不会开放爱宴。教会的爱心专款呢，本堂对外社会关怀的专款使用，用以展现基督徒对社会弱势需要的慷慨解囊。邀请弟兄姐妹们为爱心捐款奉献。教会将开红本门徒的课程，上课时间为期为9个月。是每周3的晚上7点到9点，3月26日可以报名截止，4月19日开始上课。卫理神学院的延伸班摩西五经课程已经开始了，请为神学延伸课程及证书班的学生学习顺利来祈祷。我们下一季4到6月份的主日崇拜服事轮值表已经放在各群组及教会公布栏，那服事的同工们可以注意自己的时间准备心。若需要调整，可以先行与其他同工们协调，再告知录音干事。宜马五师南区社体2023年第一次重聚，时间定于4月1号礼拜6上午10点，在高雄卫理堂，也就是本堂举行。卫理公会发行70年的特刊，1本200块，弟兄姐妹们可以支持购买一下。那4月2日呢，以诺书房加于1楼，礼拜天摆设福音相关的用品，欢迎弟兄姐妹们的支持以及参与。有关肢体消息方面，会众们可以参阅周报下面，为肢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们来代祷。牧师是否需要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补充一些事项。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中是否有人跟牧师一样我们从大斋节期的时候，每一天有1餐的禁食祷告。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在这个当中最难熬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现在的时候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当我们能够胜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更多的能够来就是来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来听从我们的意愿跟想法，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有禁食祷告你觉得很挨饿，也不用刻意哈，就是说，假设如果你真的饿到不行的时候，还是可以吃饭，还是可以吃，但是不是强迫的。但是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禁食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体贴跟体会与基督同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心志啊。那我们的这个红本门徒原本是我们的卫理中的一个门徒训练课程。那当然9个月的时间，有很多人恐怕是很难去参与。那但是这个部分是有要求的，它有党修的，就是你需要有圣经纵览的，就是新旧约纵览的这个部分的这样的基础，才来上这个课程。那假设如果到今天没有报名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下半年的时候会再开一次的新旧约的圣经纵览的课程。所以请弟兄姐妹不用担心，如果你觉得时间上没有办法许可跟配合的话，我们还是有这样的课程可以去来学习圣经的话语。那我们的总会有70周年的这个特刊，这是开放给弟兄姐妹来认购的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期待跟希望能够了解、更认识、知道卫理会70年有些什么样的突破跟发展跟近况，那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干事来报名来购买这样的一个特刊一本是200块钱，那也协助我们的总会在盖这个宣教大楼的这样的一个经费的使用。好，那我们刚也提醒过了，就是4月15号我们是培灵会，那期待培灵会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可以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也一起来参加，那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参与。那最后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的教会有做一些关心跟关怀就是社区弱势的一些的家庭的工作。那包括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里长，他也有提供一些的个案，就是需要协助的。但是我们不希望把它叫做个案我们希望叫做未得的，或者是叫做福音朋友，在我们社区里面他比较弱势的福音朋友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关心这个事项。就是我们的一些的爱心的基金是用在这个部分上，包括还有我们自己的会友也有一些需要申请爱心基金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的爱心基金来关心跟祷告跟支持，或者是如果有能力可以为这个爱心基金来做奉献或是捐赠物资也可以所以请弟兄姐妹来关心跟注意这个事项。那最后的提醒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实体聚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邀请大家能够在礼拜4的晚上参加实体的祷告会。礼拜天听牧师讲道，或者是礼拜天做礼拜，这个是公众的礼拜，但是祷告会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让我们能够常常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特别在祷告会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关心一些的代祷事项，一些的教会的需要，让我们可以透过代祷祈求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各样的事工能够进行得更顺利愿上帝帮助我们以上谢谢。我们谢谢牧师。会众们请起立，我们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蔡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使我们体贴圣灵，不是体贴肉体，带领我们能够在活的里面，在你基督活的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每天活出基督的样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阿们。
在订阅中默祷，为我们今日的事项以及肢体消息来祈祷。若你心里忧伤、身体病痛，需要特别祝福的会众，可以到前来，由牧师亲自为你来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神爱你们，上帝也祝福你。